歌手曾沛慈来到成大参加校园演唱会，演唱成名曲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，炒热现场气氛，也在台下和粉丝互动。但要回台上时，换你们，我一个人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不料疑似步伐没踩稳，直接踩空，只听见咚的一声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全场一片惊呼。所幸并无大碍，起身后仍继续演出，让不少歌迷相当心疼。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后悔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当晚的演出还请来金曲歌手卢广仲做压轴。最近许多学校纷纷替毕业生举办演唱会，南台科大可以说是规模最大。艺人多达24组，包含韦礼安、911，曾沛慈也在名单内。不过，曾经陷入大麻风波的谢和弦，与他传出绯闻的陈芳语，貌合神离的闺蜜乡民女神吴卓源，让部分网友很有意见。我就来听他唱歌嗨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干嘛去 care 这些？他们选择这个艺人的表演，纯粹就是才艺欣赏而已。像这个他们很早就签了，那才能够把档期跟那个活动敲下来，谈签约金。那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么长的时间，有没有刚好谁有什么样的新闻。绯闻八卦无法否定艺人成就，要大家把焦点专注在音乐表演上。但在票价方面，早鸟票每张要800元，学生认为不合理。毕业生，然后你有缴会费，然后还要收钱，就有点，这可能就会降低我自己去参加医院。学生办活动嘛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只能自己筹，我们收费是就是在所难免的。不过，我们对于毕业生都有一定的回馈。学生会强调，毕联会成员第一天免费入场，不是会员的应届毕业生2天一起购买早鸟票800元，等于1天只要400元。另外，联合会员票价则是500元和700元，不用花到上千元就能欣赏到顶尖阵容。记者收怀台南报道。